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聊消费。2025年中国创造了一项经济史上的新纪錄，就是截止到11月咱们的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達到了約7萬億人民幣。這個數字創造了人類歷史的紀錄，其規模超過了二戰以後美國鼎盛時期日本和德國順差峰值的好幾倍。可以說這個數字讓世界各國都很吃驚。這麼亮眼的成績單，把國家變成一個公司的話，意味着這個公司對吧，它的營收又創紀錄。但是奇怪的是什麼呢？對吧？一邊是你的收入高速增長，一邊是員工在降薪。員工不僅沒有感受到這個增長帶來的喜悅和獲得感，收入提升，相反收入還在下降。這個下降的標誌之一，不光是你銀行卡人的數字少了，還體現在消費上面。消費可以說相當於熄火了。我們不要糾結於這個1萬億的順差是到底怎麼來的，數據的準確性，對吧？我們也不要糾結於我們的消費數字，我們只想知道這兩個差距為什麼越來越大，這個就屬於一種對比所以我們今天聊聊這個消費。這個新加坡聯合早報它今天有篇文章叫中國11月零售增速降至近3年來最低。你看一方面是咱們這個外貿的順差創新高，一方面是零售增速11月創了3年來的新低，這個反差怎麼解釋？就像我們現在是 GDP 第二大，但是牛馬好像過得都不如意，牢騷越來越多，壓力越來越大。中國11月零售銷售增速創近3年來新低，家電、手機等以舊換新商品增速普遍放緩，金銀珠寶類消費高位回落，新房價格也延續下跌趨勢，單月工廠活動也沒有因出口額超預期反彈帶動生產提速。也就是很奇怪也就是既然你外貿順差這麼大，那你的因為外貿出口多了，你工廠的這個生產也多但是這個數據都很反常。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一就12月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作為衡量消費的關鍵指標，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銷售同比增速從10月份的 2.9%， 就是增速大幅放緩至 1.3%， 遠低於市場普遍預期，也是自2022年12月嚴格清零防疫措施結束以來的最低增速。請問報復性消費去哪裡了，對吧？事隔3年還沒有報復，什麼原因？大家還記得吧？口罩期間大家都幻想着這個一旦放開那就要報復性消費這個沒有玩好的，对吧？這3年時間很多人不都是被封禁在家嗎？想玩也玩不了，想吃想喝，对吧？也不讓堂食。你看大家都認為這個一旦放開那就是報復性消費，結果報復了3年不僅沒有報復，反而還越來越差。你看11月份社零數據增速創了新低。他說汽車銷量是零售業增長的主要拖累，11月份同比下降 8.3%， 低於10月份的負的 6.6%， 創下2022年4月以來最低水平。這個我在前面幾個節目都說了這個汽車行業到了拐點了，見高回落11月份12月份恐怕更寒冷，就是汽車行業。那麼11月份的社零數據也是受汽車行業拖累，房地產但是一直在拖累現在對吧？這個寄予厚望的汽車行業也漲不動了，你說怎麼辦？家電、手機等以舊換新產品增速普遍放緩，金銀珠寶類消費同比增速高位回落29個百分點至 8.5%。這個金銀珠寶大家都知道什麼原因主要是黃金的價格上漲，黃金的價格上漲導致這個10月份的9月份的這個黃金的消費好像就增速比較快，但是這玩意它有個盡頭就不可能人這個老百姓对吧拼命的買黄金对吧？買到一定地步他就不買了，沒人買了。這個黃金的消費更多的都是一些結婚的年輕人剛需，對吧？三金。現在三金要漲到一定地步的時候，很多人對三金的要求就低了，对吧？乾脆不買了，租吧。所以這就是這個金銀珠寶類消費到了一個頂點之後，它也拐頭向下。最主要是餐飲，11月份的餐飲呢，同比增長放緩至 3.2%， 低於10月份的 3.8%， 就是整個餐飲還在萎縮，對吧？我記得前幾天咱們介紹一個數據咱們的餐飲中餐人均消費不到50，全國北京的人均消費是110多吧，中餐幾年來的新低。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傅林輝在發布會上表示，近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有所回落，主要因為2024年同期基數較高，
這些都不重要啊，這都是場面話，重要的是后面半句說居民消費能力和信心有待進一步提升，消費增长內生动力仍需增強。我給翻譯一下啊，那就是居民的收入有待于提高，居民的信心有待于提高就完了。所以我們就要想知道，一邊是在增長的，對吧？各種數據啊，出口、外貿、GDP， 但是一邊消費在萎縮。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陳波受訪時指出，中國經濟總需求不足現象仍然很嚴重。他說啊，前期整體經濟產能過剩問題造成整個需求不足，所以供給也就相應下降，沒有這麼多需求。儘管11月消費支出大幅下滑，但強勁的出口支撐了中國經濟。11月中國出口同比超預期增長 5.9%， 帶動前11個月貿易順差超1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但周一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工廠活動並沒有因出口大漲而加大生產，單月同比增速下滑至 4.8%， 為1年多來最低水平。那這是什麼原因呢？按道理對吧，你出口多了，你生產肯定得多啊。經濟學人智庫高級分析師徐天成認為啊，他說單月工業生產和內外需的背離並不罕見。他受訪時說啊，11月工廠生產增速放緩，可能的原因是企業優先使用庫存來應對訂單，而非擴大生產。言下之意就是中國的很多企業都在清庫存，並沒有擴大生產。国家統計局數據也顯示，11月份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速進一步下滑至 30%， 就下降了 30% 啊，低於10月份的 23%， 也就是房地產的投資是越來越少，越來越低啊。70%新房房價環比下跌 0.4%， 較上月收窄 0.1個百分點，仍繼續較大幅度的下跌。上周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明確承諾扭轉投資下滑的局面，再次承諾穩定房地產市場。儘管11月宏觀數據遠遜於市場預期，受訪分析師均認為中國能夠實現全年 5% 的既定增速目標，明年經濟會進一步復甦。徐天成說啊，他說最近幾個月雖然內需回落，但外需高於預期，實現 5% 的問題不大。這也是近期經濟雖有所放緩，但政府不急於出台刺激的原因。野村證券15日發布報告預計啊，他說2026年上半年中國 GDP 增速受持續需求逆風影響，將進一步放緩至 4.1%， 但由於低基數以及2026年春季推出的刺激措施，下半年可能會有所反彈。這就是為什麼啊，我們的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但是啊，消費是越來越差，它不是停住了啊，而是繼續在下降之中。面對這麼好的外貿的成績單，國內老百姓卻沒啥感覺，對吧？老闆們愁生意不好做，年輕人更是一臉懵啊，網上都沒人為此而歡呼，全是靈魂拷問。問什麼呢？問我們的工資會漲嗎？所以一邊是萬億順差的國家賬本飄紅，一邊是年輕人不買房、不結婚、不想捲的躺平日常。國家明明賺了這麼多錢，為什麼對吧？牛馬韭菜力氣沒少花，日子卻沒覺得輕鬆。所以這就是宏觀輝煌與微觀困頓的體感溫差，正是啊現在最應該分析和研究的問題。實際上啊，這個國家賺了大錢，普通人的生活沒有改善，核心問題啊就是財富從國家賬本到個人的兜裡啊，它脫節了。有這麼幾個方面啊，就是我們看着這個高高在上的順差1萬億美元，但是再低頭看看自己的兜裡面，比臉還乾淨，錢去哪兒了呢？所以第一個啊，這個錢呢都流去风口行業，普通人沾不上光。順差賺的錢呢，不是人人有份，而是扎堆往少數地方跑，比如機電、芯片、新能源汽車這些高科技行業，而且還是這裡面的頭部公司，对吧？他們的利潤哗哗漲，他們的受益群體比較小，对吧？是一小部分人，所以也就是啊，造成了這個小部分人吃肉喝湯，大部分人呢喝西北風。因為大多數人是幹傳統行業，或者是啊沒有踩上風口的工作，那這種財富盛宴根本就跟普通人沒關係。這就形成了很多年輕人說的啊，外貿順差天天破紀錄，跟我一個月掙幾千有啥關係，對吧？錢是賺進來了，但是分配上出現了偏差，也就是你要抓住了行業，對吧？抓住了風口，你才能賺點錢。第二是國家富了，不代表老百姓的口袋自動就能鼓起來。我們的經濟增長啊，現在還靠投資和出口硬撐，順差大，說明工廠都在滿負荷
生產幹活，但是很明顯啊，產量上去，工人的錢包沒有鼓起來。對比幾十年前，生產力水平增長了很多倍，打工人的工作量也越來越大，但工資的購買力趕不上房價，菜價漲得快。這種情況下，年輕人很難不洩氣，躺平變成了沒有辦法的選擇。第三個方面呢，就是順差的錢去哪兒了呢？也沒有流進日常消費裡。有很多人就會問啊，他說這個順差這麼大，賺了1萬億美元，那外匯儲備好像沒有增加呀，也就沒有同步增長。實際上啊，這賺的錢很多又到海外去投資去了，買資產、買礦山、買地。也就是說啊，這些錢的增值都發生在普通人摸不着的國際市場。你比如說啊，某個头部企業，他在海外賺了2億美金，他沒有結匯，對吧？你統計的好像是這個是咱們就以國家這個為單位啊統計，那你這個是掙了外匯2億美金，但是他並沒有結匯，沒有結匯就是沒有把它變成人民幣在國內花，对吧？他要变成人民幣，他在國內他就又開始買豪宅，對吧？買飛機、吃喝或者是投資，他沒有，他這個錢順勢在國外恐怕就買了礦、買了地，或者在國外投資，他沒有花在國內，那跟國內老百姓就沒什麼關係，沒有变成咱們的工資，而是放到了這個看不見摸不着的國際市場，也就是咱們老百姓看不見的啊，也夠不着的國際市場，當然也就沒有辦法拉動國內消費。也就是說，錢是賺了，沒有在國內循環。那第四個呢，順差大呀，某種程度上就是咱們也不敢花錢，對吧？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呢，順差大什麼意思啊？就是我們出口的多，进口的少呗。进口的少，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咱們消費能力弱。我舉個例子吧，這個美的啊，它不賣這個高端芯片給咱們，這是咱們進口少的，對吧？進口額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人家鮑魚龍蝦沒讓你不准进口啊，对吧？你倒是買着吃啊，是不是這個邏輯啊？就是对吧？海外的那個高端的這個好的牛奶、奶粉你可以買啊，大量的買，對吧？如果我們消費上去了啊，我们对國外產品的需求多了，消費品啊，那你進口就多啊，進口就多，你這個順差就小啊。所以你看順差大，那就說明你在消費這一塊，消費國外的產品這一塊沒有，你連國內的東西你都不消費，你就還消費國外的，跟消費不起，是不是反映這麼個問題？所以順差越來越大，光的拼命生產往出賣，自己不花，自己沒有這個消費國外品牌的這種需求。咱們說的主要是普通老百姓啊，你說富豪他買海外的這個奢侈品，進口豪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個畢竟有限呢。咱們10幾億老百姓牛馬他沒這個需求，對吧？或者旅遊，对吧？出國旅遊。所以說啊，順差大，反過來也說明咱們國內消費弱，年輕人就算掏空6個錢包，也未必買得起一套房。35歲就怕被裁員，你內需一大，消費一大，你自然就會消耗更多的外國產品，對吧？35歲怕被裁員，養個孩子更是花錢如流水啊，生個病更能一朝返貧。這種上有老下有小，中間怕失業的壓力下，誰還敢隨便消費？只能勒緊褲腰帶，越勒越緊啊，省吃儉用，降低物欲，結果就是工廠的貨賣不出去，產能過剩，大家又不敢買，對吧？內需不振，自然感受不到順差帶來的熱鬧，這個就是叫恐怖螺旋啊。這樣的話，順差會越來越大，因為咱們內需沒了嘛。這就是為什麼，對吧？國慶節、中秋節人均消費114啊，創10年新低。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狀？那第5個原因呢？那就是給人感覺多多少少啊，在當前的大環境下，年輕人泄氣了。因為現在大環境就是至少結果啊，這是從這個結局來看，好像是越努力的人越吃虧啊，越倒霉啊，對吧？玩命攒錢，然後呢，正好年齡趕上了90後，或者是對吧，正要結婚，剛需就擺在這兒，玩命攒錢，然後付首付買一套房，現在變成負資產，要貸款賣房，一旦失業，這前半生白幹。相反，對吧？那些不咋地的，或者沒趕上這個買房這時候的，对吧？或者他雖然趕上買房時候，但是他沒錢，哎，這些人反而沒事，沒有負債，現在無債一身輕，快活似神仙。所以給人感覺，對吧？你對比一下，你發現越努力的人越容易趕上這趟叫什麼死亡列車，反而那些不努力的人、沒跑的人、沒趕上這趟車，哎，人家在站台上留下了，沒事，對吧？拼命往前擠的，努力衝的，衝進這趟列車，發現，對吧？他是開往懸崖的。現在就這麼個狀況，確實啊，在改革開放之初啊，經濟在上行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對吧？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只要你去拼，一定有回報，都是正向回報啊。當然了，正向回報多，負向的少。那現在呢，很有可能負向的回報多，正向回報少。所以現在年輕人啊，發現不是說越努力你就能越掙到錢，相反，越努力你有可能越陷越深吶。辛辛苦苦攒牌上桌啊，人家一出手就是王炸，对吧？你有追求，你七大姑
古巴的一借錢，開個小餐館，加盟個這個店那個店，最後是傾家蕩產，再也爬不起來。而過去不是這樣，對吧？10幾年前就是賠也賠不了多少，就是賠了你還容易再爬起來。10幾年前你不管是開餐館還是開個雜貨店，你轉讓的時候還有轉讓費，不知道年紀大的人應該懂啊，現在估計沒有了吧？現在你這個店你根本不可能轉讓，你只有違約，開不下去跑了，轉讓你轉給誰啊？過去啊，開店有很多人專門養店，他这個店開半年1年，有流水了，有人流了，人家這個店就轉讓。轉讓是什麼意思啊？加價。在過去這就是一門生意啊，現在沒有了吧？現在誰說專門養個店轉讓？那一個你也養不起來，第二個你轉讓沒人要啊。所以說在那種情況下，你開店賠就不太容易，對吧？就是賠了，你再試一把，你也容易起來。所以我說的啊，就當前這個情況下沒有辦法，越努力越掙扎，陷得越深。所以說很多年輕人啊，他躺平，那是迫於現狀，迫於無奈。在這裡面實際上是這個順差創新高，它沒有能變成老百姓的工資，這個是最大的問題。這個一方面也反映着作為一個房地產呢行業萎靡萎縮導致的。這個房地產行業以前呢，在過去30年，它就相當於一個巨大的分配機制。正因為它這個分配機制最後出了問題，對吧？導致整個的經濟啊現在陷入困局。我們試想一下啊，這1萬億，這個是真金白銀的，是美金啊。這個錢如果回到國內啊，它就变成人民幣。人民幣呢，那怎麼分呢？因為這些錢是少數人賺的，不是少數人賺，是少数外貿企業、外貿工廠或者是什麼機電芯片，对吧？他們出口創造的，這錢是他們的。那結果的時候怎麼分呢？他們拿到的就是人民幣，他們拿到人民幣怎麼辦呢？那就消費買房啊，房地產就起來了，造房子給他們，就這麼簡單啊。他們需要買房，買了房，房地產行業就起來了。房地產行業起來，它上下游有幾十個行業都被帶動。也就是說，我們這些沒有參與外貿的，對吧？沒有參與去賺美金的這些人，也通過這個房地產你參與了，你是做家電的，對吧？你是做裝修的，你是做其他服務行業的，都參與這個。所以房地產它是支柱嘛，它不是100%，对吧？它是支柱，主要是通過房地產這樣一分配，很多人，對吧？那就是說通俗一點啊，就是直接從事外貿的人或者外貿的企業、外貿生產這些人，他們吃肉，你下面這些人通過房地產呢，讓更多的人來喝湯，你喝到了一口，所以說這個你看這個外貿出口越多，对吧？順差越大，那我們喝的湯就越多啊。其他的行業也一樣啊，也會受沾光，对吧？你做房地產行業的，你喝了湯之後，那你不也要去捏腳嗎？你不也要去，對吧？去孩子要上學，要上輔導班嗎？不也得花錢嗎？你的錢也花出去，就是消費又起來了啊。就這麼個過去啊，經濟發展就這樣的，就是外貿拉動，然後通過房地產分配。那問題出在哪兒呢？問題就出在這個房地產，你這個房價啊，1萬1平米，實際上有7000，對吧？是流到政府口袋，3000是房子的成本，這3000是社會讓人分。這麼一說大家就明白了吧？實際上拿出來分的只有3000，就這3000也夠大家花的，也足以讓大家啊跟着後面沾光。但是啊，7000拿走了之後，那個7000没有產生價值，或者是它產生的價值產生的作用沒有達到預期，那個7000到大頭那兒浪費掉了。不是說全部浪費啊，就形成了很大的浪費。他修了一些比如說宏偉的工程，对吧？這個老幹部療養中心、廣場上的仿生椰子樹、大山裡面的那些大橋，這些錢投下去之後，它沒有產生效益，最後變成個負擔累贅。如果這7000塊錢分得好的話，对吧？它產生的價值更大，那麼這些老百姓啊，跟後面喝的湯就更多，口袋就更鼓，口袋更鼓，那這個房價還能維持，對吧？有時候房價一直在漲，房價漲可以看作什麼呢？可以看作一方面是外貿多了，另外一方面是你房價越漲，政府呢70%就越多，或者反過來說，就是政府要多賺錢，多拿走，多切走蛋糕，它房價就越漲，大頭是他的，越漲他拿的越多，最後導致什麼呢？導致剩下的30%，对吧？沒辦法讓大家富起來，那30%來分呢，喝的湯大家越来越少，跟不上那個房價漲的速度，所以房價就難以為繼，泡沫就破了，对吧？我們假設啊，這東西我沒算過，如果我們30%是政府拿走了，70%是拿來分，就是你這房價，对吧？地價只占30%，或者稅啊，所有的加到一起，流到政府口袋只有30%，那麼社會上就有70%，那這個錢大家來分，大家的口袋就鼓起来，鼓起來，這時候房價漲也能維持，因為大家的口袋也在，對吧？70%分給社會了嘛，所有參與人分錢，來通過工資啊，通過其他手段，對吧？流到你口袋，所以我覺得啊，這就導致房地產本來是一個巨大的調節槓桿分配機制壞了，導致房價現在你看難以為繼，現在形成惡性循環，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就是什麼呢？第二就是投資。過去啊，地方政府
投10個億下去搞大基建，這是在過去，那麼你可能能惠及1萬個農民工，對吧？10個億的工程你可以要很多的農民工去幹活。1萬個農民工，他就是一天200、100，是不是有1萬、2萬人跟着後面分錢，能養活自己？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现在各大机械各種这个生產力提高了，勞動力提高，你現在投資10個億下去，你帶動不了多少人就業，大量的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因為工地上需要的人越來越少，就效率提高了，就錢又流向少數人，對吧？那些寡頭手上，這就是為什麼上海那豪宅1.6億一套的日光，對吧？而牛馬住的那180萬一套的房子賣不動，就是分配機制出問題了。那這個分配機制出問題，你就不能再搞大基建了，通過大基建拉動不了了，對吧？就過去就是有的大基建雖然它好像也沒有什麼經濟效益，但是那10個億投下去，好歹能養活一大批這個農民工，讓大家在裡面受點益。現在沒有了，連這點作用都起不到。那你還投它幹啥？再投呢，真正的對吧，沒有任何效益，只有負面效益。所以你看所以核心問題在哪？在這個分蛋糕的時候地方政府竊走了一大塊，通過土地，通過房地產，這一大塊可以說是經濟效益極低，養肥了少數的婆羅門和權貴，沒能惠及廣大的牛馬和韭菜，導致對吧，牛馬韭菜的收入脫鈎，房價難以為繼。這一套就玩不下去了。這也是為什麼大家現在感受到的，是不是貧富分化越來越嚴峻，對吧？這也是大家為什麼感受到現在你看咱們 GDP 是5%的增長，對吧？外匯順差1萬億美金，但是牛馬不覺得有錢，但是同時上海呢，對吧？30萬一平米的房子，日光不就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嗎？越來越大不就是你分配出問題了嗎？對吧？這個一邊是高高升起的這些外貌的漂亮的數據，一邊是牛馬苦不堪言，同時少數人買房就像買菜一樣的，否則你解釋不了這個現象一個摩爾縣城上市，造就多少億萬富翁不是說沒有錢，錢是有的，流向了哪裡？然後摩爾縣城把它從市場募集來的75億存到銀行，你不能說沒有錢呢，對吧？摩爾縣城的賺錢的都是少數，就那些人。所以說2026年要刺激消費，對吧？2026年，對吧？3部委發文，對吧？以更大的力度去刺激消費。現在最上面也很重視消費內需擴大內需。如果這個根本性問題不解決，這個恐怕你很難刺激對吧？因為口袋裡沒錢，你刺激有什麼用你光借錢給人家花，你說這個錢不還了是嗎？對吧？你提供各種便利，貸款利息再低，你讓人借錢花，這很難這個畢竟咱們不像美國美國人願意借錢花，人家有人保底對吧？他的社會保障體系你還沒達到你要如果達到了，我估計韭菜也願意借錢花。所以說一切專家還建議在房地產這兒下功夫的，那都是想重走老路，就把那個錯誤的路再走一遍，對吧？還是要讓地方政府竊走大頭，沒那麼傻，對吧？拿幾千億去補貼，你不如拿幾千億去做這個叫全民保障，完善這個保障體系完善保障體系說白了也是讓大家口袋鼓起來嘛，是一個意思對吧？人人都沾光，也就是少數人吃肉，絕大部分人能喝湯。現在是少數人吃肉，大部分人連湯都喝不上，都在喝西北風，那你怎麼讓人去消費你怎麼能讓人有信心？所以你看這個消費是越來越差，這個不是人唱衰唱空，這數字自己會說話。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